各位星又見面啦，歡迎收睇中國 TV 賽馬篇專講場呢個環節啦。上一個賽日，阿肥咧晚上咧就係夜挑燈火咧就出咗一集咧就係田泰安同埋咗咧就係貴福特馬房嘅呢個超級撒亞人組合啊。咁最後咧就係俾阿肥咧就係貼中咗兩隻馬仔嘅，分別第6場嗰隻7號仔嘅古朗好友。嗱，阿肥穩穩陣陣嘅啫，識聽中國 TV 咧，阿肥多數咧都買個位置馬嘅啫。咁亦都有師兄啦，跟住阿肥啦就係7號仔嘅古朗好友，呢度咧直接咧片啊播埋啊，乜都播埋啊，分析啊播埋啊，發覺7號仔嘅古朗好友咧，其實嗰個實力係唔差噶啦。雖然增磅咗10磅啊，但琴日嘅分頭咧10倍獨贏3點開飛咗之後咧係2.7倍嘅位置嘅。咁其實咧佢呢隻馬仔咧係當晚拍片嘅時間咧係13倍獨贏3.4位置噶啦，所以阿肥咧就係過關嗰下咧嗰隻7號仔嘅古朗好友咧就係推薦俾大家隻係冷批嘅位置馬。琴日即時有收費會員嘅師兄啦，同阿肥即時報起咗佢個過關嘅。咁啊，大家睇翻條飛啊，其實咧頭2場啦，第一場同埋第5場嘅過關啦，3號仔嘅順線寶係熱門嚟嘅，5號仔嗰隻咧榮利雙收咧都係熱門嚟嘅。咁呢度咧其實咧佢都算係擔保膽噶啦，192蚊注啊支出啦。但係咧其實如果按照翻呢個獨贏嘅位置啦，呢兩個位置咧其實唔算好分嘅，但唔緊要啦。第6場佢包抄翻咧，要翻阿肥嗰隻7號仔嘅古朗好友，包埋咗咧大家都中意咗嗰隻9號仔嘅就係龍奧玲羅啦。咁192蚊，雖然咧有少少擔保膽，但係啦，由於7號仔嘅古朗好友咧非常之好分頭啊，所以最後192蚊都補翻個本先啊，都叫做係實收贏翻係200零蚊啊。咁最主要咧，佢另外一張飛咧就係直接啊獨贏及位置啊，就買咗係7號仔嘅古朗好友啦。咁啊即時100蚊本嘅啫，呢個本金咧更加好分過佢上邊個過關嘅。咁啊支出一嚿水啦，直接俾翻你嘅話咧，個利潤咧係接近咧係有572蚊嘅。咁食成件事咧，佢亦都係呢1-2關啦，直接咧係過關同埋咗嗰個係獨贏嘅位置啦，已經咧實收翻咧就係7嚿水有多噶啦。咁啊希望幫到各位星咧繼續咧係可以將一啲冷馬咧就可以係更加好分頭啊，幫到各位星啊。咁第8場4號仔嘅安裕啊。都係阿肥都係播片嘅，咁佢咧係後段咧隻腳真冇乜力嘅，但係咧亦都係轉咗去貴福特馬房之後咧，其實上仗已經咧足見隻馬仔咧嗰個係後上力度咧係唔差，只不過咧就係當日咧就係有少少際遇咧問題咧，隻馬仔咧唔可以直線行走嘅啫。咁琴日終於捱到翻個係第3名啊！由於啦後邊啊諗住佢追唔上噶，點知咧邊都兩邊咧隻馬仔喺外檔啦，可以最後緊盯住咗嗰隻咧六號仔嘅安平啊，攞翻係第3名嘅4號仔嘅安裕啦。所以呢度其實咧第6場嘅嗰隻7號仔嘅古朗好友買個位置都有係2.7倍，另外啦第8場嗰隻4號仔嘅安裕咧就有係1.7倍嘅。雖然最後變咗係少少熱門啦，由於都係得7隻馬仔跑嘅啫。咁呢度咧俾翻大家嘅都有40幾蚊嘅。所以啦，琴日第6、第8場啦，呢個過關咧係成功噶。事不宜遲啦，專講場1、2場都係約咗個5班啊。咁有啲咩靚馬，隨咁俾大家咧，咁啊直接啦喺講馬之前啦，第一次收睇中國 TV 賽馬篇嘅新星們，記得唔好亂甩手指，咁一撳個訂閱，支持下中國 TV，支持阿肥講馬仔。首先啦，第一隻要點評嘅馬匹啦，就1號仔嘅金鑽精靈啊，39分啦，已經係頂榜嘅馬匹嚟噶啦，所以今次咧佢都係175磅係副榜最重嘅一個騎師啦，潘頓啦。咁然後韋特咧之前咧前面嗰幾仗啦，都係以一個輕磅之利啦，就試過攞翻個係第3名同埋第2名嚟嘅，田島千世啊，記住啦。咁亦都係末段時間啦，都叫做係不過不失啦。但係啦，由於啦之前輕磅第3名嘅係1分22秒87，然後啦重磅之下第2名嗰次咧，居然咧係調升咗少少嘅，係1分22秒49噶啦，所以其實呢隻馬仔咧4.5當日咧係遠地嚟嘅，嗰個遠地1分22秒87咧，可能少少咧就係唔算特別作準嘅啫。咁佢重磅咧亦都孭得到噶，係1分22秒49，所以其實個末段咧後邊咧係越嚟越好嘅。咁對比上一次啦，最重磅嘅134磅啦，跑翻個夾死馬檔位嘅12月20號啦，同樣都係田島千世啊，但當日落飛落到4.8噶啦，但係最後咧都係大輸為主多少少嘅，佢啲全部馬仔咧都20零分嘅啫。其實呢度咧少少係失望嘅，但係嗰個末段時間咧係比佢之前嘅23秒61咧係更加係微升咗少少上去啦，係23秒54噶啦。咁1月份咧亦都揾到個布文親自去騎嗰隻馬仔啦，都叫一般般嘅啫。咁最主要啦呢一度啦。頻繁今個賽季已經係6.9、5.0、6.6，咁最近嗰2次啦，雖然冇乜交投啊，但係咧亦都可以拎孭到4.8咧，咁好明顯咧，其實咧
咁好明顯啦，直接呢啲賠率咧俾翻個2-3名你啦，係完全咧韋達咧係唔收貨嘅。咁今次啦，直接啦就係強配咗穩咗咧係潘頓，咁直接跑過5檔係一個重磅。咁直接啦，今次呢隻馬仔咧去馬機會咧係非常之係強大嘅，因為啦睇翻嗰個統計資料啦，過往嘅今個賽季啊，韋達同埋潘頓嗰個交投咧1、2、3、4、5、6、7、8場賽事。僅有2場咧係冇上名成功嘅啫，全部都係以1、2、3道理咪啊係去完成咗嘅。咁加上兩熱門之下嘅潘頓咧，都係非常之係搏殺多少少噶。咁由於啦韋達同埋潘頓嗰個交投啦非常之咧係誇張嘅，接近咧係完全係80%以上噶啦。咁由於啦個田島千世啦係慢慢嗰個末段啦去改善咗，去翻23秒5。點解話對呢樣嘢有個幫助呢？由於今次跑嘅係谷草1650米，都急彎之餘呢，嗰個後勁呢亦都係好緊要嘅。咁今次啦增程多少少啦，谷草1650米賽事啦，嗰個後上一次呢已經係衝刺呢非常之係良好之際啦。今次揾翻係潘頓，咁啊希望啦直接啦入3甲機會大嘅馬仔啦，但係個分頭應該相信都唔算話好分頭多少少嘅。今日1號仔嘅金鑽精靈咧唔要又唔係，但係要咗佢咧唔算係好分頭嘅啫。但係睇個勢咧就韋達今次揾潘頓咧，好明顯係志在咧想係搏贏馬多少少噶啦。所以1號仔嘅金鑽精靈咧係阿肥嘅第一個即係啲馬匹啊。咁第二隻馬啦，阿肥咧都係俾大家咧就4號仔呢隻咧就係隻電信驕陽啊。電信驕陽咧，大家睇翻多少少嘅，佢14之前咧係最後個最好時間係1分39秒79，講完咗。因為全部馬啦其實咧都係1分40秒為主噶，近期啲馬匹啦。咁唯獨咧，即係4號仔嘅電信驕陽咧，直接啦上仗，即時揾咗幾人安啦，拆旗啦，同一2檔，造就嘅時間係11分39秒79。嗱，但係嗰個末段咧，其實23秒92咧，唔算特別好嘅咋。咁隻馬仔咧，其實咧有段時間咧係等到個空位咧，先至咧係可以出現嘅。所以其實呢度有少少咧，就係影響咗嗰個完成時間。所以其實咧，4號仔嘅電信驕陽咧，有機會咧去再搏多少少嘅，唔一定係第3名嚟㗎。咁同樣啦，都係緊輸熱輝嘅馬位啦，叮當馬頭嘅。咁啊，另外喺前邊嗰2隻馬仔啦，都係叮當馬頭一個頸位嘅啫。熱輝嘅馬位咧就係電信驕陽嚟噶啦。咁當日係18倍開飛啊！今次呢隻馬仔應該都相信咧係熱少少嘅，好檔位啦，同埋咧都已經報到光噶啦。咁今次同樣都係2檔啦，咁同樣揾翻係幾人安啦。呢隻馬仔報咗光噶啦，咁再買嘅話咧，應該都係以一個熱門姿態嘅。咁4號仔嘅電信驕陽係阿飛第二隻馬仔啊，但係對比啦，2隻馬仔都係相信熱之下咧，咁阿飛3選嘅。如果隻12號嘅就隻武林至尊啊。大家睇翻嘅武林至尊贏過就贏過呢個路程，1個冠軍、4個亞軍、1個季軍嘅。咁然後咧直接啦10個之前咧1分39秒95。另外一樣嘢最主要嘅就係最後評分咧，其實隻馬仔 Win 咧紅色咗幾個加27分，好誇張嘅。另外啦 Pay 咧係加33分噶啦。咁對比之下嘅1號仔嘅金鑽精靈同埋4號仔嘅電信驕陽咧，係嗰個最強麒麟合作咧，呢一個配搭咧係一個亦都係去馬信號非常之好嘅配搭。咁12號嘅武林至尊入嚟望望啊，近呢幾仗1分40秒88、1分41秒25同埋1分40秒0嘅，係慢慢咧係輕磅之下咧係調升上去，係接近1分39秒幾嘅啫。但係啦，044破咗1分40秒咧，係為咗呢隻4號仔嘅電信驕陽啊，所以咧呢隻應該都係相信係更加熱嘅馬匹啦。咁12號嘅武林至尊啦，之前嘅2仗輕磅開飛7.5同6.8。末段時間啦，24秒幾，完全冇任何變化嘅。但係啦，最新嗰次10檔外檔啦，揾到輕磅嘅不得嚟啦，即時咧係打到啦，係當日叫做係快步速嚟㗎。隻馬仔咧喺快步速之下咧，可以咧後邊追上去咧，末段時間咧23秒69咧係幫咗佢唔少嘅。最後啦，雖然都係僅輸1有3/4個馬位，但最後咧係追翻唔少噶。咁啊，大家睇翻啦，同樣雖然唔係第6名啫。咁阿肥呢度會播片一下嘅。由於12號嘅武林至尊啦，今次賺盡咗個分數兼輕磅啦，加上個末段時間23秒69咧，當日仲要快步速。雖然輸嘅原因啦，阿肥最主要係嗰個係1000米啊，有2隻馬仔係包抄埋，搞到咧係立避多少少噶。咁事不宜遲啦，睇翻多條影片，呢隻12號嘅武林至尊究竟發生咩事情啊？咁我睇翻當日條影片啊，10檔我當出閘嗰隻咧就係班德利策騎嘅，就係武林至尊12號。咁由於當日咧包住10檔外檔啦，所以咧佢都係沿用啦後邊一爆放算數，儲翻少力氣。所以見到趌高嘅 pat 嗰隻12號啦，武林至尊啦，班德利咧係冇乜點推騎嘅。咁啊等佢自動去波去騎多2騎。咁最主要啦，阿肥快放多少少啊，去到第一個轉完彎之後嘅，咁啊頭馬
同埋尾馬咧爭嘅距離特別多啦，所以去到800零米啦，其實咧賓德利啦。發覺唔多點對路啊，爭太遠啦，所以咧去到800零米咧，呢度咧少少12號嘅無人至尊阿比圈住嘅，嗱推兩下，隻馬仔反應良好嘅，追勢亦都係唔錯，但係啦，大家睇翻追到去700零米轉彎之前呢，呢度有少少墮後少少人喺度棵樹遮遮，呢度慢慢少少墮後嘅，居然發生咩事情，搞到隻馬仔咧後邊呢就同樣趌高個 pat pat 巴德利咧。嗱，睇翻呢一度啦，轉咗彎之後嘅，咁啊見到啦隻馬匹啦，頭馬同尾馬爭太遠啦，咁啊班德里咧就係入直路過一下啦，少少咧就推佢隻馬仔，反應係唔錯噶啦，只不過咧就係見到啦就外檔咧隻馬仔咧就係藍色衫啊，黃色間條嘅，紅色帽嗰隻5號仔就係塞住咗佢外檔。然後啦，入邊嗰隻馬仔咧，亦都係喺個前面頂住咗佢去路噶，咁搞到咧就係巴德利咧去到呢度有少少畏首畏尾嘅，咁啊拉隻馬仔，由於啦成堆馬前邊塞車多少少嘅，向前邊有冇反應，向後邊隻馬仔少少拉，佢先至可以咧繼續咧就係留喺後邊個安全位置，但係呢一度啦。推騎又唔係，本身推一推隻馬仔有反應良好嘅，但係呢度咧少少咧令到隻馬仔咧就係騎師同埋馬匹之間角力啦，穩陣駕駛啊，安全駕駛啊，所以隻馬仔其實呢度咧少少咧影響咗嗰個係爆放狀態㗎，其實開頭好地地嘅。咁啊，過翻過嚟睇翻呢個比賽影片呢度啦，12號嘅嗰隻咧就係隻無人至尊啦。由於拉隻馬仔啦，咁啊後邊咧就係只可以全程咧係依個最外檔去策騎嘅啫，因為啦隻馬仔有少少影響啊。咁啊全程最外檔，去到直路嗰下啦，諗住爆發之前呢，隻馬仔亦都係俾其他馬仔頂一頂嘅，見到喺度拉。同樣係俾隻5號仔咧係影響咗嗰個係直線爆放嘅，隻馬仔繼續拉翻出去出邊嘅。咁再到200零米啦，先至反應嗰下係推一推啊！咁咧仲係全程路通啊！最後100零米極速之佔先，原欄打上嚟嘅電訊驕陽，出邊追逐個同德威，最後50米到外邊同德威壓住咗極速之。嗱，雖然贏又冇贏過馬，但係大家睇翻佢轉咗彎之後呢，其實全程兜住對外檔呢係非常之舒適嘅。咁就直路嗰一下，亦都係俾諗住爆放嗰下，亦都俾前面嗰隻5號仔呢影響咗嗰個呢係有同樣步速嘅，拉嗰隻馬仔頭嘅。所以最後啦，先至爆放下180米，其實好為難嘅，撻唔着火噶啦，已經太慢啦。2次嘅拉隻馬頭點樣拆，其實都唔會好到去邊噶啦。咁最後啦，留翻我係都係第6名嘅狀態，但係衝刺非常之唔錯噶。嗱，所以當日啊，亦都係成堆馬攆埋一齊啦，最後都係1由4分3個馬位咧攞翻第6名啦。咁呢隻馬仔今次啦，由於啦跑翻嗰個係8檔，同樣都係輕磅嘅賓德利。咁12號嘅武林至尊咧，上次咧都係2個際遇啊，周住外檔同埋其中嘅俾隻5號仔嘅馬仔咧影響咗嗰個成件事嘅發揮啦。咁今次啦，賺盡咗所有分數嘅兼輕磅嘅，同埋啦上次已經係23秒69，唔係佢最好時間。嗱，上仗啦咁多影響之下咧，亦都係做咗時間咧分40秒00嘅。咁今次8檔同樣搏咗115磅輕磅賓德利咧，我覺得破咗1分30秒呢個大關係有機會噶啦。咁今次啦立備咗之後嘅，今次希望咧個際遇啦冇咁多影響啊。咁啊，所以啊各方面嘅因素啦，阿肥考慮完啦，都發覺咧反而攞咗係12嘅武林至尊咧做膽為主多少少。各方面嚟講咧，佢都比較係賺盡咗分數啦，同埋七期個反應亦都良好啦。只不過際遇問題嘅啫。所以今次咧贏就贏過1個冠軍、4個亞軍、1個冠軍，喺呢個路程嘅完全係最耍家。但係今次隻馬仔啦係近段時間咧冇乜點贏過馬之後咧，大家睇翻啦。係6次係上名成功多少少噶，都有成50% 咁上下機會噶啦。咁今次啦，由於過往到而家已經係多次冇贏過馬，咁啊希望喺翻個5班呢，呢個係18分嘅危機18分嘅一隻危機馬啦，係黎超星呢，係要再去搏實一下噶啦。所以我就寧願要翻12號嘅武林至尊做膽先啊。咁啊，二選啊都攞翻隻戰績馬噶啦，14號仔嘅電訊驕陽噶啦，上次跑翻時間都係呢個完成時間啊。咁啊3選啊，先要翻一個裝帥，希望今次瞓醒咗覺嘅1號仔嘅金鑽精靈，始終冇跑過路程，只不過呢係嗰個騎練配搭係非常之係好嘅，一個就係韋達同埋潘頓嘅配搭啊。所以第一場嘅新推介係12號、4號、1號係阿飛頭場嘅推介啦。第二場啊，5班1000短途賽事啊，咁短途之下啦，阿肥首選嗰隻馬仔啦，都係要揀咗係2號仔嘅列寶勤啊，跑得快好世界噶啦。咁啊，蔡約翰終於揾咗係潘頓過嚟救駕啦。過往啦都係完全係23名啊呢個狀態嘅啫，亦都孭到係4.3倍嘅。但係跑住嘅全部都係谷草嘅1200米啊，唔係1000米啊，係1200米噶啦。咁今次直接更加係縮成多係200米，係翻1000米嘅啫。
咁直接啦跑翻嗰個路程啦，仲要一檔好檔位啦，揾咗潘頓頂磅同磅135磅。咁過往谷草千二嘅睇翻㗎，1分10.52，1分09.86，然後最後一次啦，1分10.30嘅。咁上仗啦，1月14號啦，揾咗麥明堅啦，175磅11檔外檔啦，佢輸咧，我覺得係情有可原嘅。咁過往啊，谷草千二米賽事啦，攞翻個2-3名嘅狀態啦，二檔之下重磅嘅艾杜拿啦，即時啦1分09.86啊，成件事都係快放為主嘅。過往啦，第3名嗰時1分10.52啦，嗰個末段時間24秒41，慢慢咧已經調升到23秒66嘅。咁過往亦都係田泰安咧幫咗係二檔嘅120磅嘅1分09.43，所以其實之前嘅輕磅亦都係到重磅都可以咧，微調咗係0.00幾秒嘅啫。咁由頭放到尾，呢個係個拆旗指示嘅蔡約翰馬房嘅拆旗指示啦。咁嗰個2月2號亦都從化試集都一樣啦，係完全係快放嘅一個係指示啦。咁今次一檔好檔位，兼係揾咗係潘頓嘅，咁蔡約翰同埋潘頓嘅配搭都係去馬噶啦，加上短途1000米啦。快放啦，兼係一檔內檔啦，係點嚟講？2號仔嘅列寶群咧係非常之係賺盡咗嘅，但同樣啦，都係個賠率分數咧都係唔係特別好分數嘅啫。但係有利佢嚟講咧係隻2號仔嘅列寶群啊。咁啊二選啦就揀翻隻11號嘅呢隻咧就隻銀亮豪俠啊，銀亮豪俠一個冠軍贏過咗噶啦，咁亦都係嗰個麒麟配搭啦，徐宇石同埋咧就係鍾易禮之間配搭啦係非常之唔錯嘅。咁加上咧呢一場賽事啦，約早之下啦，其實好多隻馬仔咧係冇56秒幾嘅，全部都係57秒頭段多少少噶。咁唯獨呢隻咧就係11號嘅呢隻咧係銀亮豪俠咧，上次初跑話呢個谷草1000米賽事咧已經可以做就一個係57秒37，全程咧都係一個領放噶啦，末段時間係23秒23嘅。咁雖然話險勝1，但係嗰個反應咧非常之良好啊。咁去到泥地1002米有個轉彎啦。咁個從化試集啦嘅安亦都係完全喺200厘米一放啦，甩咗對手嘅。咁個泥地1002米試集比賽啦，亦都係同樣啦揾到係潘明輝啦輕磅啦，亦都可以由頭放到尾啦。最後咧雖然話係緊輸嘅啫，但都係一日4分3個馬位。咁隻馬仔咧其實個狀態啦係快放啦，係大勇之態㗎。所以今次揾翻同樣啦，都係一個輕磅嘅就係鍾易禮啦。咁阿肥都係覺得咧就係11號嘅銀亮豪俠啦，以快放為主，始終覺得短途嘅係快放有利多少少嘅。所以二選揀咗隻咧，雖然失檔少少夾新馬檔位啊，但過往咧係贏過就贏過，兼係57秒37咧係對比同嘅對手啦。呢隻馬仔係近期啊係唔錯嘅戰績啊。咁啊，至於4號仔嘅辣德金啦，點解唔揀呢？近呢兩仗都幾好嘅，57秒5、57秒20啊。上次咧3.3倍噶啦，但係啦，大家睇完咗降咗落去跑完咗之後嗰一次賽事啦，已經就缺貨3副啊。咁亦都係喺翻香港正常咧就係踱步啊內圈嘅啫。咁啊缺貨咗太多之下咧，咁隻辣德金咧都係偏熱嘅，但係啦我就唔揀呢隻咧就缺咗貨嘅馬匹噶啦。咁啊，揀完兩隻快放馬之後咧，阿肥最主要咧呢一場5班1000，我發覺賺盡咗分數嘅嗰隻馬仔啦，不如阿肥膽咧就要咗係12號嘅，即係謙謙君子啦。葉初紅馬房啊，2個冠軍、3個亞軍、1個季軍噶啦，同樣嘅5班嗰隻咧都係賺盡咗分數，嗰隻咧就係隻12號嘅呢隻咧無人至尊。嗱，輕磅得嚟得少少㗎。直接話100磅嘅蔡明紹對比潘頓咧係175磅噶，直接輕咗成17磅噶。同樣啦，檔位都係4檔，價檔位好檔位嚟噶。咁呢隻馬仔啦，之前7個之前啦係56秒91，總時間咧其實咧係56秒91咧，每段時間咧係22秒505噶，係最快脆係佢噶啦。全部都係講近期啦，最快脆完成咗呢個路程嘅係最快脆嘅，一隻馬仔末段爆放啊！咁啦，加分啦，都係特別。加多少少嘅，賺盡咗噶啦，13分 win 15分 pay 嘅，咁啊加上啦就係葉初航同埋蔡明紹之間配搭咧係40%咧係入 pay 成功噶啦，所以賺盡分數嘅阿肥反而膽咧就要咗12號嘅謙君子啊，又嚟望望啊！最主要嘅全部嘅比賽啦，都係今個賽季啦，都係一個短途嘅谷草1000米比賽為主多少少。嗱，之前嘅全部都係C 欄 B 欄，同埋 C 加3澤欄嘅，都係窄得底。今次咧 A 欄闊少少啊，加上個4檔，佢更加係抽正咗佢最好嘅嗰個檔位噶啦。過往啦，都全部啦，都以一個咧係外檔為主噶，唯獨嗰次3檔咧揾咗係蔡明紹啦，121磅咧。完成時間係57秒5，唔算係最好時間啊！但係最新嗰次啦，直接啦，第2名嗰次咧係57秒09噶。咁加上咧，佢當日咧係10檔外檔噶。咁由121磅到117磅啦，雖然輕磅咗係4磅啫，但啦過往末段22秒54、23秒58、23秒0、23秒21。
到上次潘頓11檔呆檔嗰陣時咧係22秒99，10檔嗰次即時去到22秒15啊，所以其實咧隻馬仔仲有少少咧係未能望空嘅喎，所以咧亦都可以做到呢個咁好嘅狀態22秒15咧。咁今次同樣睇翻條影片12號嘅謙君子我覺得咧57秒09，佢今次有機會攞翻個4檔咧可以突破咗係56秒大關㗎。所以今次咧阿肥反而咧係膽咧就係睇好咗隻12號嘅謙君子。咁事不宜遲啦，即時啦，4.3個位係點樣衝刺強勁有少少塞車㗎其實啦。好啦，事不宜遲啦，出閘10檔外檔嗰隻咧11號咧就係謙君子嚟嘅，賽明小殺騎紅色眼罩嘅馬匹啦。由於10檔外檔好輸蝕嘅，所以見到咧都係包尾位置為多少少啦。咁呢度唔多點講噶，快放多少少啦。最主要啦，其實轉完彎入直路嗰一下咧，11號嘅謙君子啦，依然咧仲係包尾狀態。最主要入直路嗰一下，其實咧去到直路嗰一下啦，大家開車都知道噶啦，咩叫切線噶啦。蔡明少咧連續係切線2次噶，先至扭正軚噶，所以其實影響咗隻馬狗嗰個咧係完全係直路嗰個爆放嘅。但係啦，亦都係第一下呢度咧留翻少力氣，拉少少馬頭，即時咧就係切線第一下切線噶啦。所以200米隻馬仔見到前邊橙色衫嗰隻馬依然一少少頂住咗嘅，繼續拉隻馬仔繼續切線，去到前邊啦，即時啦推保推騎2下，馬仔反應，哇越跑越快，最後緊輸2分嘅馬位嘅啫，記住係睇得唔清楚唔緊要噶，阿肥同樣播放多一下少少嘅轉咗彎之後嘅狀態謙君子阿肥圈住啲馬仔偷中檔上有鼓浪高升後多層快樂寶寶響出邊專家追咗少少噶，最後100零米啦，亮寶響中間已經過咗一隻咧就辣得金嚟噶，中間位置上嚟有鼓浪高升外邊追嘅馬有專家大外檔謙君子上緊嚟，接近終點亮寶先拔頭籌跑第2名嘅馬呢，外邊位置謙君子殺上嚟個勢都勁所以啦上一仗啦，其實嗰個咧22秒15啦末段啦。嗰個爆放啦，見到啦，係完全咧係帶嚟其他對手嘅，但係嗰個策騎嗰個推騎肯定係唔係佢最好個狀態啦，所以啦11號嘅謙君子今次咧，我覺得係時候係嚟料多少少嘅，所以今次咧阿肥反而覺得咧係12號嘅謙君子咧係做膽為主多少少嘅。咁2選啦就揀翻聶寶勤啦，3選咧就揀翻11號嘅銀量浩合啦，4選咧就揀翻隻8號仔嘅電信。4選咧，要翻隻8號仔嘅東方魅影雖然一樣嘢12個檔1，但個爆放22秒28都非常之強勁有機會呢隻馬仔可能有翻少少唔錯嘅分頭俾大家噶啦。所以地場嘅係12號、2號、11號、8號係阿肥地場心水推介。1、2場交代完畢，有一盤之後睇下邊啲直播馬過關推薦俾大家嘅，下次邊見，拜拜。中老 TV 收費會員計劃新一季波馬全天候，助你以小博大，新馬季開鑼。足球賽事全年無憂，中老 TV 繼續同你一齊路睇，鎖定冷門場次，精準出擊，助你贏得漂亮。點解選擇中老 TV？ 真實力有據可查 ，YouTube 貼文區公開過往成績，中老幫你縮窄範圍，提升中馬機率，飛數證明一切。幾十蚊本錢博過千回報，試過28蚊博608蚊，100蚊博1246蚊。更有126蚊4連環博中2604蚊，極致冷門都捉到。上季182倍界凳爆冷腳都冇走雞，就連6環彩10蚊雞中6364蚊都試過，全靠策略加數據加埋運氣。會員專享服務，白銀會員50蚊，人工 AI 6環彩錦囊表格，最後6場每場精選2匹機會馬，每個賽日錦囊會更新喺貼文收睇到。黃金會員150蚊，6環彩 AI 錦囊加全日賽事心水貼士加死火馬環節，避開熱門陷阱，集中注馬搏殺。鑽石會員200蚊，推介加量不加價，全包黃金會員內容 ，WhatsApp 群組臨場真飛部署，賽事分析，直播彩池推薦，再加足球過關心水貼士，每日早、傍晚、凌晨3段時段分享。試業期間20蚊過關贏800蚊，唔係夢，4到5倍平常時，10倍以上基本盤。中佬唔講廢話，只講實力與成果。新一季無論係賽馬定足球，我哋陪你全天候捕捉冷門，過關攞獎金。有興趣想成為我哋中佬 TV 收費會員嘅你哋，可以係中佬 YouTube 頻道主頁，點擊紅色框框呢個位置，就會彈出收費會員計劃欄目，有白銀、黃金、鑽石會員3個級別，以小博大贏到錢，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唔係強制性消費，中意邊個級別隨便選擇加入成為中佬收費會員啦。
立即 WhatsApp 中佬67304593，選擇你嘅會員計劃，睇得到嘅實力，贏得到嘅回報。